日本首时期，日本政府对造火18年，也在民国32年的时间，对花莲县港丰乡的太泉村设立临时副将机场。该时间为了上州，在军机与降落停下来之后，日军是为少数村民用人将副将机送到机堡。为了侵占两段历史，太泉村弹弓成立机堡工站，喺设立之中，老该时间强用的冷式战斗机。是要记录太泉村两段历史。经过2次太建改路架前铁考等防空演习的中心，经过村民这个照明，韩国国家后半嘅一台战斗机是头摆日军对抗美军嘅临时战斗机。不过呢台战机嘅部分零件是用天线还有面盘嘅吊物品吊起来嘅。我们是用钢梁做它的主结构。然后再包铁皮，这个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很亲切？这好像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哈，可是3叶的却不多哦。这引擎罩我们也找得很特别，哦，这是铁脸盆呐，空够有声。花开之时有哪有可能哦？三家经过2次太建，百姓外世嘅路架，将等头摆挺有名嘅日本歌曲《西游婆子歌》。点解下跟那11月12年，我对美军轰炸还是有动情嘅影响。我曾经呢参加过这里的飞机场的作业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设飞机场呢？因为主要是旁边呢前面的一个。糖厂呢，它要制造糖蜜、制造燃料，有酒精。飞机场跟糖厂是一点火的，被美军呢有攻击的对象。入营讲讲，差不多民国30年改下，美军是境外轰炸，差不多当年做下套防空建设。头摆花莲美系日本成功铁工取投台湾9点之一，就算见证本改下的村民生活同困苦，太长下去还是希望透过机务公园度嘅战斗机高下炮力到军事设施，记录集团历史。客家新闻，蒋冠兴，花莲报道。